要不要我载你一程啊？你有那么好心吗？我才不上当呢。再问你一次，上不上车啊？谢谢你啊，我才不上当呢。喂，撞坏你车我不赔的。你别我干嘛？我说过的话不会说第二遍，不要惹我。知道了。哎，那我自行车怎么办？我会找人善后。马上找人把路上的自行车搬回去。对。池大爷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他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就到这里就可以了，我自己走过去。我送你过去。你的车太招摇，同事们会误会我的。停车！这不是吧？下车。要我说第二遍？哦，谢谢，我马上就下。拿着。太帅了吧！好聪明！可以呀！你什么时候傍大款了？这不是池氏集团总裁吗？好聪明！你换男友了？上班啊，上班！哇，那还是同款，你的口味真是相当的一致啊！明明可以靠男人吃饭，干嘛要靠才华？跟上他。Hello， 有人在家吗？池墨那个家伙最近真是古里古怪的，又不知道跑哪去了。不过现在我一个人在家。小时候那个。真是搞不懂这些有钱人，这么舒服的沙发，当然是能躺绝不坐人，能坐着绝不站着了。石墨每次都像拍杂志一样蹲坐着，好聪明，你多累呀！这么舒服的沙发，应该要这样才舒服嘛。跟上他。难得今天大瘟神不在家，我要好好的睡一个美容觉。
再点一点生香。好香。最后再放一个安眠曲，赐我有一个帅哥的好梦吧。晚安，好聪明。呀，一个人喝闷酒呢？谁啊？你不要管我是谁。别碰我。真可爱，要不要跟我换个地方喝喝酒啊？郑小姐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是认错人了？哼，认错人，他化成灰我也认识他。根据我所掌握的池氏集团掌舵人池墨的第一手资料，池墨的属性和眼前的这个人截然不同。池墨隐忍，而这个人嚣张。池墨对品牌极度挑剔，出现在公众场合永远穿固定的品牌，而这个人更喜欢时尚潮牌。池墨行为举止内敛，而这个未免有点太奔放。总之，这两个人虽然长得相似，但习性却有天壤之别，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吧？如果不确定，那就试试吧。你的意思是，智取？哎，你慢点儿，就这儿。哎，小心啊！真是一块可口的唐僧肉啊！是我。你现在立刻让郝聪明拿一瓶红酒去酒店，记得用池墨的名义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别管我，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情。智取，好啊，这种捉奸的事情就交给那个郝聪明吧。开心，开心的快要飞起来了！我说呢，你个混蛋破坏我的美梦！喂，郝小姐，池墨让你马上送瓶红酒去酒店，地址发你手机上了。现在去酒店？对，他急着要，指明让你送过去，你快点吧。喂，喂，池墨你大爷的！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你的？聪明，
洗你的澡。不行，得想个办法，一会儿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叫你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开门呢 ？Hello。刚刚明明有人开门的呀。不管了，迟默，反正酒我是给你送到了，我放在这里，丢了别怪我啊。什么鬼？这瓶酒，是给我的。你拍扁我，什么意思啊？这瓶酒给我的。你是让我进去陪你喝酒？哦，不行！啊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让我把酒给你送进去，对不对？然后打开，对不对？好在我随身带了开瓶器，真是机智。这边，酒给你放这儿啊。这会不会是人妖吧？你的裙子很好看。哎，你怎么穿着我的衣服啊？啊，原来还有人在啊！你是谁啊？我是送红酒的，那酒放这儿了，这个起瓶器也放这儿了。原来你喜欢这种啊！我那还有高跟鞋丝袜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再碰我，再碰我给你冻搓了。干嘛发这么大火啊？这声音是……你是？我不是我。你是迟默。他当我是迟默也好，总比破坏宋小小在他心中的形象好。你以为我是谁？你别过来！你再过来报警了！今天晚上的事你都看到了，如果你敢告诉第三个人，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我救命！你变态！听到没有？回答我。听到了。不要管那乱入的柴火妞了，我们该干正经事儿。我还真是没怎么跟女人玩过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叫我男朋友过来，我们三个人一起玩。17了不早说，耽误老娘时间。今天这日子真是我的倒霉日子，先装完女人，又装基佬。哎，算是今天的安慰奖喽。吓死我了！吓
想不到迟墨这个人平时看起来文质彬彬的，竟然是个死变态！怎么会这样啊！我靠，幸亏我跑得快。哎，我手机呢？啊！回答我。听到了。一定是落在刚刚的酒店房间了。哎，不行！可是如果那个死变态还在房间怎么办？可是我手上又没有手机，又没带钱，今天晚上露宿街头怎么办？哦，不要露宿街头！算了，死就死吧。加油，好聪明，加油！嗯。好聪明，加油！速战速决。原来迟墨那个死变态已经不在了，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难不成掉下来的路上了？怎么感觉身后怪怪的？小心！疼！小心！哎，怎么会是你呀？这么多天都不见我，短信也不回，微信也不看的，那我不得找个机会接近你们？聪明，我都已经跟前女友一刀两断了，你怎么还不理我啊？反正你今天是把我吓坏了，我差点以为是迟墨那个混蛋追过来了呢。就是跟我长得很像的那个家伙。对啊，如果是迟墨那个混蛋，我肯定就拿棍子多打他几下，我狠狠地敲他。难怪我说他最近奇奇怪怪的，已经开始向我献殷勤了。原来是因为他跟你有什么仇什么怨？哇，你都不知道，他今天简直……他怎么了？我不能说。他跟我说，如果我说了的话，我会死得很难看的。他欺负你了？那倒也没有。算了，我们不要说他了。对了，小小，你为什么大半夜还在外面闲逛啊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？我是有点事儿，所以回家晚了。我半路看到一个人影鬼鬼祟祟，跟你挺像，所以我就想过来打个招呼。但是我刚一上来，你就过来了一下。我不管，你得给我吹吹。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。你知道，自从我被坏人绑架了之后，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总是怕怕的。迟墨那个混蛋说什么我被坏人盯上了，所以让我住到他家保护我。可是我现在知道迟墨他自己也是个大变态，我觉得别的坏人跟他比，简直都比他好多了。要不是为了你的安全起见，我早就劝你离开那个变态家了。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啊？直到我有能力保护你之前，聪明，就委屈你先待在他家。我觉得出于保护证人，他也不会伤害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也不是很清楚。
哦，对了，叮，这是什么啊？这个啊，你随身带着。如果那个家伙敢靠近你半步，你就给他狠狠的来一下，电死他。哦，对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这么晚了，不准一个人在外面，听到没？啊，对哦，都这么晚了，那我要先回去了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拿着，那个，谢谢。注意安全啊！你偷偷摸摸在这干什么？我只是路过而已，你们继续。郝聪明，你干什么？你个疯女人！我受不了了，我要跟你解约。女佣劳务合同尚在合约的履行期内，未经甲方允许，乙方，也就是你，不得擅自撕毁合约。那是你以保护我为由做诱饵胁迫我签的不平等条约，现在我又不用你保护了，合约自然不算数。为什么不用我保护？因为你是个变态！我宁愿被人跟踪，我也不要跟一个变态天天住在一起。虽然我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合约上白纸黑字，合约上第32条规定，甲乙双方若违反条约，需要向对方赔偿违约金2000万。什么？10百千万10万100万千万2000万所以你想搬走也可以，按照合同上赔钱就行。2000万。假如我年薪20万，我要还上100年，就算加上通货膨胀以及加薪等因素，我至少也要还到80岁。哦，那我这辈子岂不是都要赔进去了？想好了吗？迟墨，你昨天才发誓说你再也不为难我了，这24小时都没过你就反悔啊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哪儿去了？与其相信信任，我宁愿相信合同上的白纸黑字。迟墨，我知道你熟读《孙子兵法》，熟练掌握各种坑人技巧，会4国语言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还会川剧变脸，算你狠！这跟精神病没有关系，它是你释放消极情绪的一个容器，你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影响到它。但它并没有介入你的生活，它把自己也隐藏得很好，看来它并不想打扰你，只是想替你分担痛苦罢了。是吗？看来你比预期的更活跃啊！我倒是想看看，你还有什么样的花招，还会给我添什么样的麻烦。迟墨，真的是不好意思。今年的流星雨的周期比往年的更长，所以我活动的时间也顺带延长了。进来。老板，这有一份合同需要您签一下。老板，您怎么用左手？怎么了？没有。啊，我现在在用左手练字儿。怎么样？我左手写的字儿还不错吧？和您右手写的一样漂亮。我不这么认为。我觉得我左手写的字更加的洒脱，
而且富有自由的灵魂。您说的话真深啊！哦，这是新一季产品代言人的邀请函，还有这些是关于各个代言人的造型设计，您看一下。摄影棚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已经安排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你通知他们一下，我下午会亲自去摄影棚那边监督拍摄事宜。好的，老板。还有事吗？啊，没事了。好。好。迟墨啊，迟墨，今天我就给你改一改你那老古板的 style。你的计划毫无用处，昨天一无所获。昨天也不是我计划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呀，就我最近的研究表明，在这男人和女人之间啊，你要是表现得越屌、越拽、越难以驯服，可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越高。相反，你要是唯唯诺诺、百依百顺，可能他就会看轻你。所以呢？我决定我们再也不要走这种苦情的路线，我们要逆袭，我们要爆发。怎么逆袭？说到点儿上了。这是我最新研究的前任攻略套餐。然后你看第一项，就叫做以退为进。以退为进。退到无路可退。就你这些馊主意，赶紧把自己的店砸了，滚！郑小姐，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，但你不能侮辱我的职业。有钱，顾客就是上帝。我们做服务业是有尊严的。哼。